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9号，这一期咱们繼續聊一聊恒大清盤，聊一聊中國的房地產。現在整個樓市的形勢似乎不太美妙啊。為什麼這麼說啊？年底了，很有可能是各個方面都在缺錢，大家都需要錢，需要現金啊，所以現在不約而同加快了資產拍賣處置的這個步伐和力度。這方面新聞非常多啊。你比如說，首先是這個界面新聞報道說，富力又甩賣了一家酒店，鄭州富力萬達文華酒店易主。12月9日，界面新聞從京東資產交易平台獲悉，位於河南鄭州的5星級酒店富力萬達文華酒店於當日上午10點拍賣落錐，最終成交價是3.28億元，為評估價的7折。評估價就是根據市場情況當地的樓市、當地的這個商業地產的一個價格對它進行評估，那它應該值這個錢，但是在這個基礎上還打7折才能賣得掉。評估價是4.7億，打7折，16741人圍觀，1人報名競拍，就是圍觀的都是圍觀的，看熱鬧的，沒人出手，最後就一個人報名7折拿下，說明這個對吧？這個商業物業價格下跌太厲害，市場太冷，沒人出手。這就是為什麼萬達的王老闆對吧？甩資產、賣資產、斷臂求生，搞到現在越陷越深的一個原因啊！因為沒人出手啊。這個富力萬達實際上他已經跟這個王老闆沒關係了，對吧？他跟那個張老闆有關係。張老闆在7年前接手了一個探手山潤那個時候是良藥，對吧？這個時候變成砒霜。那個富力不光是在鄭州的酒店要拍賣，在合肥的這個萬達文華酒店也要拍賣。我們再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央企整合大動作，從地產到礦山。12月8日晚，中國中冶公告擬以這個606.76億元打包出售地產、礦產等多項資產給控股股東中國五礦及關聯方，其中中冶置業因市場價值下降折價45%出售，這個更狠了打5折都不止。就是中國中冶把他的子公司一個中冶置業，那是房地產開發公司手上的資產打5折都不止賣給大股東。你說這個比剛才打7折還要狠，這個也導致中國中冶 A 股、港股股價暴跌A 股逼近跌停，就是地產物業不值錢了，甩賣如果這個還不能說明問題我們再看有媒體報道海峽銀行38套職供房入市遭遇流拍。來自阿里法拍平台信息顯示，12月8日海峽銀行推出的38套銀行職供房正式開拍，截至12月9日10時，所有房源除了寥寥無幾的圍觀人員外，無一人報名，通通流拍。這批房源主要涉及海峽銀行、浦上支行、紅杉支行等，其中浦上支行上架房源最多，達到27套，其次是紅杉支行上架了8套。房源涉及惠多利專業建材裝飾城以及叫鰲峰花園。你看前一陣子不是炒得比較熱的銀行直接賣房嗎？銀行的職供房入市，這回真來了關鍵還賣不掉，賣不掉那就砸盤，就是價格還得降。因為銀行它要這房子沒用它必須把它變成現金。那這次拍賣拍不掉流拍，下一次在這個基礎上再打折，以賣掉為止。那這個對當地的這個二手房的房價呢影響比較大說明什麼？銀行也着急趕緊回籠現金吧。我上次說了這個銀行賣房，地方國資委賣房，後面還有各大上市公司開始賣房。過去這個房地產一路高歌猛進的時候很多上市公司有了錢就到處置業，買地買房子。但現在業務在收縮的吧，有的辦公場所不需要了，有的他買的還是民宅，有的是商業。那個時候有買的時候它升值現在都在貶值，加上这些上市公司現金流都困難，所以他們一定會在這個時候越渴越吃鹽，對吧？麻繩專挑細處斷，因為大家都缺錢所以他這些上市公司肯定要把手上的房產要賣出來，他可不管。你看今天又有報道，這個也是每日經濟新聞報道上剛買不到1年就虧本甩賣東方雨虹2600多萬元購入的房產，如今擬1000多萬元出售。東方雨虹又拋出一份價值上千萬元的不動產出售公告。12月8日晚間，東方雨虹公告稱，公司擬以1011萬元出售下屬子公司在北京昌平叫英澤路8號院4號樓一道商業用途不動產。那這個
處置這個不動產，他就不往出賣嘛，他要虧將近300萬。說交易完成後，2025年出售資產累計產生的資產處置損失，預計將達到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50%以上。公告稱啊，本次交易標的建築面積是1011平方米，建於2023年，鋼混結構，用途為商業，總樓層14層。本次交易標的資產所在樓層為2層，那估計是做商場的啊。裝修情況為毛坯。該資產係東方雨虹下屬子公司於2025年1月20號購買獲得，購買價格2680萬元。他買的是一手房啊，是開發商手上買的。我估計啊，也不是買的。這個東方雨虹是做那個防水材料的，這跟建築有關。那開發商肯定用了那個東方雨虹要应付賬款，那東方雨虹就是应收賬款要不回來啊，老老實實的吧，要他商场吧，你要錢沒有，不如对吧？動手要快，趕緊把他這個稍微值點錢的這個商業給他要了，那表現出來就是買嘛，要不然你解釋不了啊。他今年1月20號買的，哎，才過10個月下就要賣，這不是神經病嗎？而且都知道這個商業根本就賣不掉，對吧？這個價格都在跌，萬達廣場都賣不掉，中糧對吧？這個是不是都在賠錢呢？大悅城啊，你說怎麼可能還去買這個商業地產呢？那肯定是頂賬頂來的，他沒辦法啊。好，以2025年11月1日為評估基準日，採用市場法和收益法後，標的資產不含稅評估價為1220萬元。你說你能理解嗎？他買的時候價格是2680萬元，1月20號，然後到了11月份評估它的價格，这變成了1220萬元。當然一個是含稅，一個不含稅啊，這稅恐怕也幾百萬吧，那你也少了1000多萬，這不對呀。然後啊，這次賣呢，含稅價只賣1011萬，所以啊，這個按照這個他報表啊，這個評估價到他賣價，這中間已經損失了將近300萬。但是如果從他年初啊1月20號買2680萬，那都賠了1000多萬呢，僅一年不到。關鍵啊，這還不是東方雨虹第一次賣房，就在上個月12號，公司才公告擬出售位於北京和杭州的部分房產，並預計虧損2600萬元。也這個恐怕就導致東方雨虹今年恐怕還要虧損。就這個昌平的這一套房子賣的一進一出，這個虧損啊，已經佔他去年利潤的1半。這個就告訴我們啊，這個商業地產這個價格貶值太快了，這就是為什麼萬達賣不掉的原因啊。第二個說明這些上市公司缺錢呢，你說他為什麼急着賣呢？那就跟那些大量手上有房子的人一樣，他不賣就跟銀行一樣啊，他不賣他沒錢沒現金。我刚才說了啊，這個東方雨虹這些房子肯定都是頂賬頂來的。哎，他現在給人家提供這個防水材料，對吧？這些建築材料的合作，跟人家供貨，人家到時候都沒錢給，就只好給房子給他。你不要就算了，那他也沒辦法，只能要啊。你總比啥也沒有強吧？要完之後打折賣嘛。哎，你看，無論是銀行還是上市公司，他要現金回籠，對吧？他要錢發工資啊，他要運轉呢，所以他就會打折賣。哎，他就跟那個二房東不一樣啊。哎，有的這個業主啊，他手上房子多，他又沒有貸款，他也不缺錢用，所以這個房價一旦跌到他心理價位以下，他就不賣了，对吧？他就不賣出租，因為他不缺錢呢，因為跌破了他心理價位，他一生氣。但是銀行和上市公司不行啊，人家要現金回來，人家就是缺錢呢。這個東方雨虹本來他就跟那房地產行業是緊密相連，算是房地產行業的上下游。你房地產行業現在低迷，你說他日子好過嗎？沒有辦法啊。還是經濟新聞報道啊，西安地標雙子塔荒蕪10年，7.48億元起拍。蘇陝國際金融中心，這座矗立在西安浐灞河畔10年之久的超高層雙子塔，終於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近日，一則司法拍賣公告出現在阿里資產平台，標誌着這座西安地標級樓宇破產資產處置進入倒計時。這個曾經的西安的這個地標啊，好像是最高樓吧，雙子塔也在處置了。我們再看一個新聞啊，這個是我們前幾天說過的，就是深圳南山區啊，南頭街道前海華潤金融中心一棟啊，就 T4 棟34A 房產。這個為什麼要說這個房子呢？這個房子今天好像拍賣出去了，法拍成交價1421萬，合着單價是5.25萬每平米。這個可是華潤金融中心啊，這個前幾年還是網紅樓盤呢，當紅炸子雞啊。最主要是什麼呢？最主要的是這個業主啊，就是原來的業主是2018年10月買的，他買入價是2502萬，
7年啊，持有7年，现在账面虧损1081万，还不算其他的啊。如果他是貸款买的，对吧？然后也付银行利息，乱七八糟的，那他亏海了。这就是当时的豪宅大平层，270平呢，7年居然賠1081万，赔了将近40%吧。这是深圳的啊这个豪宅一个情况。那上海呢？今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业主啊发了个帖子，说他在上海卖房的一个经历。这个业主啊，他在上海有2套房，一套是老破小1954年的老公房50平，但这个房子的位置还好，一直在出租。另外一套呢就是中破大，面积是134平，2006年的房子，电梯房，在那个小区也算可以的。这个业主说啊，他2套房子在上海这个高峰期啊，就房价好的时候，他2套房子加起来超过了1000万。然后他呢就想到了年纪大了啊，准备在上海呢，然后他在蘇州還有房子，他老家是蘇州的，蘇州恐怕還有商鋪，那些商鋪啊恐怕就被他套住了。他想把上海的房子處置掉一套，然後拿出現金啊，回蘇州買個別墅，在蘇州養老。那準備賣哪套房子呢？哪套房子他都捨不得賣。那個老破小呢，雖然住着不舒服，但是他好租啊，一直在出租。另外一套房子呢，他就一直是住着的，所以他在想，干脆吧，把2個房子都掛出去賣，哪個先賣掉，把另外一套就留下。哎，這個方法也可以，所以他就找中介啊，把2套房子都掛出去賣。就在今年4月份，正好那個老破小啊，租約到期，他不租了，掛出去賣。好，他直接比那個市場價都便宜10萬，老破小掛192萬，中破大掛545萬，比那個同小區啊那個價格便宜10萬，他想快點出手嘛。結果老破小和中破大看的人都特別多，因為他比別人便宜。老破小據說啊，第2天就成交了。那他老破小一成交，他那個中破大他就下架呀，他也留一套啊。為此很多來看房的人還埋怨他，說他鬧着玩，逗人玩啊。這是4月份的事啊，現在12月份啊，這個業主說啊，居然還有中介來問他那套中破大賣不賣。那業主就問中介啊，那現在是什麼價格？中介就告訴他啊，他說現在可不是你4月份那個價格了，也就是545萬了，現在500萬能賣掉就算不錯了，也就是短短的這8個月又要賠50萬。這就是上海的這個樓市啊一個個例。但是啊，他這個房子啊500萬加上那個老破小，跟他高峰的時候比，對吧，已經少了幾百萬了。所以這個業主啊慶幸的是啊，老破小賣掉了。為什麼呢？說那個老破小他當時192萬賣掉的，現在小區同戶型又便宜了幾十萬啊，這就是上海啊二手房的這個趨勢。所以這個業主現在後悔啊，當時就應該一把那個中破大也賣掉。你想想這幾個月就少損失50萬呢，對吧？這個7、8個月賺50萬多難呢。那樓市現在這個樣子到底怎麼辦呢？我們看看這個海外機構啊他們的看法，看看專家的看法啊。這個野村證券的陸挺啊，他說啊，未來1-2年關鍵要讓房地產市場回穩。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稱，過去5年中國出口的高增長穩住了飽受房地產市場衝擊的中國經濟，展望未來5年出口增速可能將會回歸常態，而房地產市場的螺旋向下趨勢未改，故未來1-2年中國經濟關鍵是要讓房地產市場回穩。這個陸挺啊他說啊，可能要下決心清理房地產企業的不良債務，簡單展期不解決問題。你看看這看法跟我完全一致啊，早就搞這個破產重整了，你展期就是耽誤時間，銀行給他輸血那更是耽誤時間，對吧？也就是把雷往後延，早點破產重整，哎，早點輕裝上陣，都斷了念想，要不然老是覺得自己，對吧，還很有錢呢。有很多人啊覺得自己很有錢，但是他不知道他那個應收賬款要不回來了，對吧？他欠銀行的錢他要還，他已經破產了，但是他不覺得他破產了。這個陸挺說啊，房地產行業背後牽涉到地方財政，加上中國居民財富一半以房產形式存在，房價升跌財富效應也很關鍵，後者直接衝擊內需。野村的研報中指出，若非出口激增，你看現在咱們順差1萬億美元呢，這個數字確實也挺嚇人的。當然呢，造成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啊，這個數字啊要把它掰開了看，這個結構性的變化。我們只知道這個順差是1萬億，這確實創新高，但是是不是意味着這個咱們進口也少了呢？對吧？我們想買這個英偉達的芯片，它不賣，對吧？老讓我們買大豆，大豆那玩意兒不值錢，你說芯片都貴，對不對？一飛機過來就得多少錢？隨着曾經支柱性的房地產行業陷入崩
崩潰，中國經濟可能已經陷入衰退。這是野村證券說的啊，找他談話。而該行預期2020年中國出口同比增速下降至4%，未來5年亦將回歸至2021年之前的正常水平。這個野村證券啊，就是有點唱衰的意思。我們再看看國內的專家是怎麼說的啊，大家看視頻。經濟工作會了，今年人大了，政治局會，每一次穩樓市、穩股市，然後說穩消費。但是我覺得這個穩樓市、穩股市是一個前提，穩消費是一個結果了啊。請邱部長來給咱們談談，就是您現在對房地產市場的這個看法。為什麼政局會議多次提出要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3穩？因為只有預期和當前的財富才是消費的根本的源泉，所以要這個前提必須要明確，否則的話，後面的這個邏輯啊都會發生錯亂。你剛才講到呢，房市它對消費的關係啊，這是很明確的，因為這個消費的能力啊，以一個家庭來謀劃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基於2個要素。第一個要素就是你有多少資產，第二就是預期的收入。如果說房地產一下滑，就意味着每個家庭的資產大大縮水。第二，你的預期收入又跟着縮水，所以說它會帶來消費的低迷。這跟我們有一些專家幾年前提出來的，好像是房地產價格高了，然後擠掉了消費啊，這個觀點是完全不一樣，完全是不正確的。所以要看到這一個前提，然後我們才能對症下藥，而不是說這個簡單的刺激消費啊。所以這個觀點必須要明確起來。OK， 道奎，你來評論一下哈，就房地產跟經濟的這個關係問題嘛。我先跑個題啊，這個咱們現在這個經濟啊，最需要的還是要光明論啊。所以今天呀，根據你們的要求不帶領帶，我出門前還是想帶個紅色領帶吧。哎呀，咱們要畅想中國經濟光明論，中國經濟還是有潛力的，無論從需求還是供給側，都是有巨大潛力，困難是短期的，這個信心要有。我特別同意小楊的說法，事實上過去2、3年我一直在講，百姓家長怎麼辦呢？他不敢消費了，就把錢存到銀行，所以銀行裡的存款是上升的，但是呢，企業不願意投資，所以關鍵之關鍵，中央政府要發國債。所以啊，1年多前我們提出公共財政要轉向公共金融。公共財政以前是幹1年算1年，要求每年財政平衡。公共金融不是，公共金融長期的你的資產和長期的負債要匹配，然後你還要提供國債。國債現在是金融市場上最短缺的金融產品。我就問大家，如果你弄個企業，如果有10個億或者2個億的這個現金的存款，你擱哪兒？你擱銀行不一定是穩定的。他如果銀行貸出去了，你弄不出來呀。國債能做到24小時每天交易，我們缺這個。我們的國債仅僅占到 GDP 30%不到28%。我們的國家中央政府的淨資產中农公交建这6大銀行加上3大電信運營商，加上2個超級掙錢的企業綜合體華潤和招商集團，它的淨資產占 GDP 38%。你有充分的條件發國債，這是提供公共金融的服務啊。比如說回到房地產咱們說實際的，能不能發10萬億到20萬億的特別國債，就是要房地產轉型穩定基金。有些地方的房子很多时候賣不出去了，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沒錢呀，現在地方政府拿自己的買的房子做抵押，把國債接過來，國債現金發給他，你就盤活了呀，對吧？更不用說你這一發國債，再同時發一點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國債，不是投資於人嗎？他們叫投資於人國債行不行？再發這個10萬億，投資於人國債拿來幹嘛呢？外來工市民化平均每一個市民外來工市民大概10萬塊錢，那咱们交的是流轉稅呀。你 GDP 上去之後，你最後整個的財政稅收上去之後，你國家財力又提高了，你發它至少3個房地產穩定基金、穩定特別國債投資於人特別國債。那地方政府紓困特別國債或者是拖欠款特別國債，發它3個攏在一塊，50-60萬億，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思路打開，
這房地產的事兒就能夠解決。說到消費啊，別的也不說了，咱們就拿餐飲舉例，对吧？这个民以食為天吶，餐飲還要帶點剛性，對吧？總要吃飯呢。那個說實話啊，消費應該把那個吃穿這些除外的。吃穿行，對吧？除外，我認為那才叫消費。吃穿的是剛需。我今天看到一組數據啊，大家就知道這個消費已經慘到什麼程度。全國餐飲人均消費持續下滑。有人給出了一個數字啊，就是2022年全國餐飲啊，人均消費是43塊2毛錢人均。今年第三季度僅為33元，降幅達到了23.6%。那麼從這個餐飲的品類來看啊，人均消費降幅前三的是中式正餐，由87.8元降至51.5元，火鍋86.7元降至58.3元，燒烤84.9元降至57.2元，降幅分別達到41.3%、32.8%和32.6%。目前僅有8座重點城市人均餐飲消費突破50元，北京市124元，上海市71元，深圳53元，南京52元，太原52元，杭州51元，寧波51元，廈門是50元。你看看啊，北京的餐飲是最慘的，但是北京餐飲人均消費在全國排第一，但是北京的餐飲是最慘，就說明什麼？說明這個餐飲是真不行，降溫太快。當然這個數字也告訴我們啊，你自己對照一下你所在的城市，或者你對吧？你當地的這個，比如火鍋，全國是人均58，對吧？你要兩個人吃火鍋超過了120，那就是貴，你就知道當地的消費啊。燒烤是57人均啊，所以這就是餐飲業哀鴻遍野啊，對吧？你看餐飲業搞不下去，那個商業地產它怎麼搞得下去？餐館開一個倒閉一個。我們再看看啊，這個前幾年啊，這個房價便宜，對吧？白菜價房子著稱的鶴崗現在怎麼樣了？這個時代週報它有個報道啊，咱們簡單介紹一下，也挺長的。他說鶴崗的房子正在悄悄漲價，鶴崗房價2年漲超20%。因白菜價房子爆火的鶴崗現在房價怎麼樣了？全國房價行情網站顯示，鶴崗當前平均房價在全國城市中排最後一名，也就是說啊，它雖然漲價了，那它的房價還是全國排倒數第一啊，平均租金排倒數第6。但在全國房價總體下調的背景下，鶴崗的房價卻在慢慢上漲。據安居客數據顯示，鶴崗2025年房價均價2041塊每平米，高於2024年的1980和2023年的1695，整體呈上漲趨勢。也就是說啊，相比較於2023年、2025年的房價上漲了20%。最早一批來鶴崗做自媒體的人正在離開鶴崗，網絡上的鶴崗視頻流量還不到原來的1/10，本地人也不再關注探店生活類的博主。在鶴崗的房產中介掙錢看來，鶴崗樓市最火熱的時期正逢全國房價的高點，強烈的對比讓人們對鶴崗房價充滿好奇和希望。而現在全國房價總體回調，周邊的幾個城市房價都降至和鶴崗差不多的價格，鶴崗不再具有獨特性。另一方面，在總體回調的背景下，人們也不再相信鶴崗房價還有上漲的潛力。整體來看，市場是逐漸回歸到理性。掙錢告訴時代週報記者，現在來鶴崗買房的外地人大多數都是來過鶴崗，經過慎重考慮和體驗，想留在鶴崗穩定生活的。首先啊，說鶴崗的房價漲了，我覺得這個有可能啊，因為它是極端現象，它本來就是1000多一平米，你說漲個20塊的、30塊的就不少了，對吧？這是第一種啊。第二種什麼呢？它那些老舊小區房子恐怕也沒什麼成交了，外地人少了嗎？而且它就成交也沒多少平米，它那個第4代建築啊，就市中心的房子、核心區的房子成交多一點，價格漲一點，它得房率高啊，對吧？以前買房實用面積只有70%，你現在買到房子100平的房子是120的得房率，價格略微漲一點，那還相當於降價了呢。所以說你看這樣的房子成交多一點，整個鶴崗的平均房價就漲了。這它主要講的是平均房價，很好理解啊。那是不是代表鶴崗的那些什麼郊區的那些以前賣2萬一套的房子房價能漲呢？不可能的，那房價只會跌，對吧？這個就像極了上海啊，那豪宅30萬一平的房子，日光6環這個外環外的房子賣不動，所以上海的那個新房房價一直在漲。剛才咱們還介紹了那個業主，對吧？賣房幾個月就跌了50萬，一個道理啊。你看上海的平均房價，它新房
是漲的，所以鹤岗说它房價涨了，它这個漲和我們腦海裡漲是不是一個意思？不是說你在那買個房子，明年就漲20%，那你就理解錯了。你買的房子明年就要跌20%，這麼理解恐怕靠譜一點啊。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什麼呢？第二個，鶴崗為什麼沒流量了？因為全國都是鶴崗話，那遍地都是鶴崗。你不要說那個東北，對吧？那個一年有半年這個寒冷，對吧？冬季，你現在就是很多中部省份吶、欠發達地區的那房價都跟鶴崗一樣，都在鶴崗化，這樣的城市越來越多，所以這個鶴崗的稀缺性就沒了。現在還有地方恐怕比鶴崗還要慘。幾年前實際上就能看到這個趨勢，就是全國很多城市啊要鶴崗化。這些城市的特點就是第一個沒有什麼核心產業，也就是留不住年輕人，對吧？年輕人都要往外跑，都是公務員經濟支撐，對吧？第二個就是剛才說人口外流，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這都是大趨勢啊。再結合啊。最近開的這個最重要的會議啊，是吧？這會上對房地產基本上沒怎麼提了，所以這個至少預示着啊，未來對房地產不會出什麼大招啊，對吧？出什麼狠招？那現在已經明白了，出什麼大招狠招，那都是傷筋動骨，都是叫什麼出力不討好，都是治標不治本，最後還要買單，對吧？倒是這個野村證券陸挺說的加快出清速度，現在我們很多人啊，處於一種矛盾的狀態。馬上就過年了，大家回去過年就可以觀察到，你看着他好像很有錢，對吧？他的資產多少萬，幹着事業，幹着大買賣，但是他兜裡沒錢，愁眉苦臉，既要去找別人要賬，又要防別人上門討債。那這個現象會越來越嚴重啊，越來越普遍。或許開着一輛豪車，穿得也很得體，對吧？戴着大金鏈子，顯得派頭十足啊，顯得是個有錢人，但實際上他兜裡啊掏不出什麼錢，一邊追債一邊躲債，年底了，對吧？這樣的人會越來越多，是吧？大家也要小心啊，小心他冷不防跟你借錢。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